伫八卦山顶头的彰化县后备指挥部，今早起10点外时阵，发生冷气施工工人摔落来意外，有可能是无细力去互电到，当场就无喘气心跳。目前是正在抢救当中。国防部表示讲，会配合警方调查，也会强化厂商甲官兵的公安教育。救护车紧急驶入去彰化县后备指挥部，军方协助引导，去到这栋大楼头前。10时早起11点左右，一个外包的冷气厂商，也就是27岁姓简的工人，当伫2楼修理冷气，若像无细字去吸到2的电，就安尼摔落来1楼的涂骹，当场就无喘气，也无心跳。疑似是修冷气的人员在修理冷气的过程中被电击。到达现场的时候，已有人员在实行 CPR， 接手分析确认是欧卡案件之后，我们救护人员给予自动心肺复苏机，就近送往彰化基督教医院。军方的人员有甲这个工人做 CPR， 还有 AED 电击。后来救护人员到位，有改到自动心肺复苏机，继续做 CPR。后来随送去彰化基督教病院急救。国防部后备指挥部证实营区有发生这件意外，强调专案已经由警方介入调查。冷气维保作业期间，简姓施工人员疑因触电不慎自高处摔落，营区救护人员立即施予急救措施，并送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救治。全案刻由警方调查中。心脏外科的团队置放叶克膜完成，那进一步的去检查脑部或其他器官是否有受损。那后续呢会由我们的加护病房同仁进一步的接手照顾，目前情况还是不是很乐观。院方表示，这个姓简的工人目前由心脏外科 ECMO 小组伫急救，心跳甲血压有转来，不过还是唔知人。后续会检查敢是有内出血情形，因若目前的情形唔是真乐观。后备指挥部讲会全力协助工人医疗照护的代志，除了配合警方理清意外的原因，嘛会甲这件事件列作是案例，强化厂商甲官兵公安的教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